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35章1号佫讲，你讲我伫上帝的面前是无辜，你安尼讲减有道理。你讲我若无犯罪，对我有甚物好处？你安尼讲减有甚物利益？我要对你甲你遐个朋友应答。你举目看天，看迄个比你较悬的穹苍。你若犯罪，会害着上帝甚物？你的罪过若加天，对伊有甚物影响？你若正直，会当互伊甚物？也是伊会对你的手得到甚物？你的歹行为，简单会害着亲像你即款人；你的好行为，嘛简单会利益世间人。人受大压迫就嗷叫，受权力者压制就喊救。毋过，无人问我的创造主，互人迷是唱歌，假使咱有智慧超过地上的走兽。互咱赢过空中的飞鸟，迄位上帝伫倒位？人嗷叫，上帝无甲因应答，因为因歹阁骄傲。懒散的呼求，上帝毋听，全能者嘛毋插因。你讲，你看袂到上帝，着耐心听候。因为你的案件已经伫伊面前，但因为伊无法受气，甲你刑罚，嘛无插你的罪过，所以约伯你才开喙黑白讲真侪无知识的话。